后来这个疫情拢已经是遮尔严重咯，嘉义新港的洪天宫也是坚持来示警，嘛去互外界甲苛刻咯。这个洪天宫为5月初10开始展开着7天的妈祖示警的活动，所来拄着国内增加16例本土病例，全国的防疫马上来升级。但是洪天宫的绕境也是继续来进行。虽然这个庙方有来缩小着规模，但是铺上网的一寡绕境的影片甲相片，包括电头、桥板甲信徒，真侪人拢无挂喙罨，这恐惊拢会将做防疫的破空。如果电头塞进一组对一组。逐组队伍拢有扭开保持安全的防疫距离，看到桥板也是电头人员拢有挂喙罨，也不过赶快有人将喙罨扭落来。嘉义新港洪天宫5月初10起进行7天的妈祖游境活动，拄到国内新增加16例本土个案，全国防疫有升级，也不过洪天宫游境赶快进行，不少在地人认为讲应该爱暂停。我是觉得停止比较安全，如果说真的要办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明年来。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，也是上级他们说可以停止的话就停止。有医生认为讲要以防疫为优先。很多人他在打喷嚏或咳嗽的时候，他还会把口罩给拉下，他甚至在吃东西、喝口水的时候，口罩也把它拉下。这时候的飞沫，如果喷到一个东西，隔壁的人又触摸，这样就会有传播的风险。面对这个声音，庙方表示讲，第一时间就公布缩小规模。大家去减5本来是5000人，所以全境内拢也治疗咯。咱的光桥的，本来光桥拢比方100-200个有无？即马嘛剩5-6个、7-8个而已。来看游景现场，确实敢若桥板甲电头无慎重去对。庙方嘛讲，续来几天活动会落实防疫，若是升到第3级的防疫活动队随取消，嘛祈求妈祖保庇，伊嘛讲疫情会使赶紧消退。